花莲光复变烂图，市区最高啊头尾是30公里长，目标要伫10月15清好势。也当在区合作计这边哦是交予军方来接管。另外，行政院伫今日通过丹那市风台在后河源重建特别条例的修正草案，特别预算对本地600亿，搁再增加250亿，就是要协助花莲来河源。也甲花莲斗3工的职工，中央要甲因保意外事故险，上侪是报到100万，也定调的重机具甲水电业者会排做代偿。挑头职工分工合作，架土沙装地啊！花莲光复乡市区清理工作进入尾声，针对市区总长30公里的水沟啊，政府赶进度清理，要拼15清完。那是大寨区的合作街已经由军方接手，调整兵力，主要的机具拢入去寨区。那这个地方的工作重点就是大量的淤土，我们先把道路先清出来，还有把受灾户的89户里面的受灾户的周边的淤土先清出来。另外，行政院提交通过丹那市风台在后河源重建特别条例，相关修正草案精炼马达岸溪整治甲灾区的河源，增加250亿的特别预算，送交立法院审议。好，本来是600亿，那因为这个堰塞湖所造成的特殊状况呢，不只需要久一点时间，还有需要一些更多的这个金钱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再加了250亿。行政院特别增加特别预算，要协助受灾居民安置。不过，在佛祖街这边，在地的民众对于要迁村还是原地重建，仍存在不同意见。而且，中继宅的选址目前还是一大问题。中央协助花莲重建，嘛要予来斗3工的职工投保意外事故险，上悬保额100万，优先用伫定调的东港区水电业者部分。不过，投保牵涉到个资，职工大部分意愿无悬。那这些投保的经费，那全数会以赈灾的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善款来做一个支应。不太愿意耶，因为个资属于个人隐私啊。针对灾民要拼赶紧会当正常生活，各地关内的爱心家电花莲县政府表示，会甲经济部行政院共同研究做册发放，直接甲家电送到灾民的厝内，一定后礼拜开始配送。不用再让灾民啊到指定地点排队领取直接送到家户，这是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。家电最需要的就是电视、冰箱啦、洗衣机啦，这都日常生活用品。进前过了该年假，拢有职工入来，即马双十年假伫要到啊，一定有第3阵职工会入来花莲协助灾民重建工园。记者采访报道。